热腾腾的糖浆在锅里翻炒搅拌，炉灶里是一根根的木柴，手工柴烧黑糖的做法出自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2代黑糖匠人张习斌和张月腾之手。如今他们的故事被记录在文化总会匠人魂的影片中。做的是古法柴烧黑糖，我们用的是传统汉人的制作方式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它更深层的层次是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，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一个很密切的纽带。对，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互相的磨合，互相的体谅，然后互相学习成长。台湾曾是蔗糖王国，台南更是知名糖都，但在过去，制糖全由官方垄断。手工丝制的黑糖不仅反映着时代背景、庶民文化，手工熬煮的黑糖还甜蜜着许多老一辈人的回忆。我们这小时候呢，看阿公、外公在山上种甘蔗，那种糖，我们小孩子呢，这旁边都倒老给的，事实上是忙着吃糖，那真的是以后再也吃不到了。现在我以为早就失传了，原来这还在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庶民文化，这样一个农村过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思索探讨的。关山里的风土滋养了2代制糖师，以友善农法种蔗、柴烧古法炼糖，用共同的坚持打造在地文化。记者是淮台南报道。